哇，咩事啊？你心口？唔好意思啊，因為真係太過優質啦，所以變咗自己都心動。哇，咁你咪即係全香港首個心動代理？係啊，我係首位嘅心動代理 Gary。打返個心動指數先。咁呢個華安藥有幾吸引咧？咁我而家即刻打得出一個心動嘅指數先。如果我突然之間一無所有，冇晒任何收入，淨係得返一對胸肌，我兩個仔一個仲飲緊奶，一個仲讀緊幼稚園，父母已經70幾歲啦。以前嘅我一定非常之擔憂，而且會極度害怕。但係今日我已經唔怕啦，我最怕就係冇胸肌。Hello， 各位好，又係我中原地產天水圍分享嘅 Gary。咁今日嚟到麗湖居呢度咧，想介紹一個咧8座複式嘅單位嘅。咁我哋而家即刻去片啦。咁一入門口咧，我哋會見到一個好巨型嘅飯廳啦，可以放一張8人餐台都冇問題嘅。咁廚房係非常之大啦，仲有個焗爐添嘅。咁我哋起翻客廳望翻過去，其實個廳咁大咧，真係做部70幾寸、80寸嘅電視機都冇問題。而客飯廳嘅景觀咧，我哋都係會對翻天晴村啊、濕地公園嗰邊啦。咁啊，見得到一啲濕地公園係咪佈景嘅，甚至見得到大陸。其實個景觀都係非常之開揚。咁喺地下度咧，亦都有一個嘅可以當係一個客房啦。另外仲有一個洗手間喺度嘅，咁啊方便客人啊或者啲老人家去廁所或者喺度居住啦。咁我哋依家上去2樓睇一睇。咁麗湖居咧，其實個位置好方便嘅，側邊咧就係一個嘅天榮站輕鐵站啦，即係近期新樓盤 YOHO West 嘅下面。咁啊去翻天水圍西鐵站咧，講緊都係幾分鐘嘅時間嘅啫。咁樓上咧有一個客廁啦，沿住呢條走廊咧，右邊咧第一個咧就係一個主人套房嚟嘅。咁我哋見得到主人套房咧，其實都係非常之寬敞嘅，3邊落床啦。行入去咧就有一個嘅主人廁所啦。今日仲有一個衣帽間。咁喺嘉湖山莊嚟講咧，有複式單位嘅供應咧，其實都好少，所以呢一類嘅單位都係買少見少。咁去到複式單位咧，你會見得到啲房間咧都係4平8穩嘅，四四正正嘅，就唔會3尖8角咯。所以複式單位嘅質素咧，去到另一個層次。咁另外一間嘅書房啦，你見得到擺床、擺衣櫃，絕對冇問題。咁我哋再上埋個天台度睇睇啊。咁喺天台咧就可以種下啲植物啦，又可以燒嘢食啦，又可以整下啲假山魚翅啦，亦招呼朋友過嚟去燒嘢食啊、BBQ 啊，絕對係一流嘅。咁上到嚟一開閘嘅時候咧，唔係一開天台門咧，咁我哋見到成個天台啦。咁好多人其實都會喺度曬衫嘅。咁我而家喺屋裏面咧曬衫咧，其實好多一陣嘅異味嘅。咁喺天台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啦。咁現時呢個單位咧喺市場上面咧係放售緊同埋放租嘅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都有興趣嘅話咧，咁不妨可以聯絡我 Gary 睇樓啊。咁我本身咧喺呢行咧都做咗23年噶啦，亦都9次入咗精英會，亦都多次咧係優先達標嘅。如果大家都想揾一個誠實可靠、有經驗、信得過嘅經紀咧，咁不妨可以揾我啊。電話可以揾我94659483，多謝各位。